为了要反制中共的核武威胁，外交部长吴钊燮证实讲，这代表有沟通到核保护线议题。立委认为对指控区核威胁是有帮助，也会当凸显台美战略。目前美国提供核保护线的对象有日本、南韩、澳洲、纽西兰、北约等国家。学者就咧分析讲，这核保护线的范围掠久较宽，会当达到吓惊的效果，也会当避免这核武势力搁再扩开。中共确定核武，吴钊燮证实已经卡到台美核保护线议题。伊就是台湾遭受核武攻击，美方会当动用核武反制。立委认为台湾战略清楚越来越明确，不过嘛要依据全面的共识。当美国思考把台湾纳入核保护伞，事实上也就间接的承认把台湾纳入在传统武力嚇阻的范围内。当共军武力犯台时，美国会动用传统武力来阻止这样的行为，包含总统跟这个外交部、国防部以及相关的国安单位以及团队，应该要就台湾人民总体的利益为最高的前提来做一个妥适的规划。美国评估，中共2035年有1500粒核子弹，造成严重威胁。核保护线的概念就是冲突发生前，透过展现核武力量，必须对手唔敢动用核武。目前提供核保护线的国家包括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国，以美国带头保护的对象都是日韩、澳洲、纽西兰、北约。它除了所谓的陆基，还有所谓的这种潜舰，还有所谓的这种空射，基本上就陆海空这3种。那当然潜舰的话，最有名的就是它所谓的核潜舰上面的这个嚇阻的这个力量。美韩4月发表华盛顿宣言，要做北韩发动攻击，美韩会协同作战，无排除使用核武。美国核作战舰也派驻南韩，是美国甲南韩核保护线写清楚。另外，美国核动力舰舰尼米兹号甲日本伫G7峰会联合演训，也伫吓惊中国。学者表示，这拢是展现核保护线的手段之一。将来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假如美国是要来介入所谓的台海军事冲突，核武绝对是中国可以最后手上最后的一张王牌。台美无正式的外交军事同盟，苏志东认为这个时阵谈核保护线可能也伤早。不过学者苏志芬分析，核保护线是加强吓惊，台湾已经具备传统兵力武器的阻挡能力，未来纳入美方的合作架构，有助提升安全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